那面高楼最密集的那个位置，隔壁旁边下面就是菜市场，维多利亚市场。我等会儿去过那边，那边买点菜呀、买点吃的，牛肉啊、肉啊那些啊，蔬菜。嘿嘿它那个花园草坪面积非常大，这草坪加树，今天温度多少啊？我觉得还是有点热，估计应该25、6吧，26度，26度，然后明天23，后天20。这几天放假嘛，复活节连放4天，昨天1天，今天1天，明天星期一，然后星期二才上学，星期二上学，然后星期四又放1天假，然后星期五不上学，又休息3天，这边休息4天，那边是小朋友玩的吧？那边是洗手间，那个一般有2、3个那个。然后洗手间不像国内那种，哎呀，每个地方都有那种。我成都那个还怎么说呢？到处都是公共厕所，搞得还可以。但这种就是稍微比较老的那种。其实里面设施也可以，外面有些有显示的。这边也就这儿没有红绿灯，说实话都会让。墨尔本大学，职责。喝完了。
哦，对，去驾照，考驾照啊。那个车是学，反正每个有人行道的地方都要主动让。我下个月左右就要准备考试了。为了考试，下个月吧，5月份开始考试，6月份左右看车子吧，7月份左右搬家。估计还是买特斯拉 Model Y 吧，Model Y 吧，新款的换新的 Model Y。这边都操作是，就是那个停车场自动交汇的那种。以后我没经历过那种，慢慢来吧。那车买了之后，我们家那个小孩子可以开，他满了16岁以后就可以拿驾照，以后可以开。因为我这边住3年之后，后面他可以用，他可以继续用。这个车老车什么车都有，我60年、70年的车也有。它不像国内的那个年检的话，很麻烦的。尾气不达标那种排放就过不了的话，就直接报废了。这边不存在，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那种。这边又是公园，还没开。他们这些树的年纪都年龄比较大，都是几十上百年。哎呀，我咖啡喝完了，这边喝点自来水也可以，就接点自来水。我接点那个自来水，家里面自来水也可以喝，但是我用的那个过滤的那种，过滤的那个滤芯嘛，算下来10块钱一个，也就是10个澳元。
在到酒吧太多了，这边很多，晚上人才多，白天人都比较少。那么，就邮局的商店，邮局。哇，这个机器扫地。Not that my capacity is pretty good, but you go to But I don't go to Utrecht University, I go to the Hope School instead, which is like more practical. But I don't know anything else. Not that people who go there are not smart, but I can't, I'm wasting my time when I go there. when there's leftover spaces on the results there, call up uni to see if they have like leftover spaces in your community brain. I thought that was nice. But before then, I was like, 他等我嘛，还要等吃的嘛，身上没带吃的。也是跟阿尔玛一体的，这是理工学院，哎，41、42啊，
哦，他们大学这边全是大学的，RMIT 的。哎，刚刚新闻里面说那个中国从美国进口飞机的零部件120亿美元每一年，进口美国了。美国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0，完全没有。